贴到伊拖拉久的很满满嘅色彩，很润全肤嘅圆块，係令到抹茶嘅基礎。用心設計一族料理，就睇5湖4海來嘅人客。對廚官來講，參菜嘅桌面係考驗，咪係享受。講到客家料理，總係要對堅持開始講起。打造頭4點，也係去菜市嘅簡簡脫脫嘅好時節。我建議鋪頭買到上訂貨，也係料理嘅關鍵。哎，早安。你們要上去的坐上邊坐。好，来，请上座。请上座。哎，今天需要什么服务的来？那个中埔有中埔吗？来介绍你，中埔、大埔，其中大埔更好。嗯，萝卜里面好，越好的好，那就是大埔。整条这个好来切更好。好，这个萝卜哈，大埔就是不一样的。帮我这个拿，3斤够吗？够。哦，现在目前哈梅干菜哈，量比较少，因为没有人去卷。现在都缺工的时这工对，代，很多没有人可以去卷。那老一辈长辈又很少人在做这个哈。这个梅干扣肉哈，我们客家人最喜欢吃的。所以说有黑的，也有湿的，对，也有干的。雲蓋係一件客家傳統嘅廚幹，也傳統無從菜飯嘅熱火，因為伊相信自家嘅眼光。其實幾乎每日來報道嘅雲蓋無需要簡簡脫脫，而且係同一道熟悉嘅菜飯嘅淡地基基，值得伊家己嘅食材研究好無。中上產下嘅奧多拜，一台一台在等搶菜，喺菜市嘅地位量來量去。然后今天没有叫我第一名。第一名。现在价钱算比较贵。现在价钱算比较贵，大溪的产地。好，5斤啊。好。芹菜嘞？这产地大概都在哪里？西螺。那这1年4季也都有了啊。对啊。哦。这网式的比较嫩。网式的比较嫩。好，那这一把啊。天天清淡，一項一項叫，管理間傳統比管理設計嘅做下還高嚴條。白菜啊？好，直接上就可以。真正嘅sen手聽出一條茶煮幾日以前，同貨送到，萬一係慢呢，那就慢呢。要從事客家料理煮食，如果創新同傳承，唔會需要成隻家出嘅秘方，咪需要實忙嘅學習。國小3年級，爸爸都該走外匯的時間，我嘛會今年出去聽書。從國中開始，拜六禮拜進廚房，吃魚啊，還有釣噴雲啊，甚至做一些雜工開始。各種的時間，該是會同該類似的建教合作啦。我自己會想要研究比較新、獨特、新的創意的東西啊。其實你看我的身材，我就感覺是當回事啦，哈。就慢來來到時入馬美食，你就會嘗試，嘗試到入新的東西，你自己要準備出慢慢的研發，用你就會持續愛餐飲的這個熱忱，就一直保持用起啦。
文开嘅菜道嗰像做得破开时间，同时靠帮到天河，切断人间嘅纷扰。喺正边上留定食材同一道一道真心嘅声音。3.5炒酸光係文開從40多態嘅美食，喺5市嘅地帶，3.5得人食，豬肉又蓬香，係無好好嘅料理，真難鬥上桌。有個文開托嘅黃頭邊，用入含香，家家一道簡適合某個度上述嘅難題，也菜題有傳統嘅美食，等等鮮活新鮮嘅食材，喺文開嘅鑊餐之間太馬上鹹。70、80年的时候，那时候景气很好，那时候，那个时候几乎每个礼拜都会有了。透過攀族啊，像婚喪喜慶都有啊，都有攀族。你下婚喪喜慶，就是講嘅攀族就沒落了啦，因為北部嘅伴奏這個風氣都沒落了。喜事的話，都往餐廳跑了。文開題變成傳統廚幹嘅經過，無太多戲劇性故事，講起來佢自然嘅樣誒。做咗多年嘅文開，佢做喺邊，接下爺叔經營嘅傳統，就離開台北歸到家鄉。喺疫情停業期間，無限嘅傳統沒有停下腳步。天無人下個月咧，係研究開發新菜色嘅好機會，也係難關過客，係嚴肅嘅季節。白花油條係一項做得展現料理複雜嘅輸入菜，係韓上路後屯料理教嘅文開有一擺嘅創意試驗。很多因長度，我自家嘛就研發一個新嘅菜路出來結合了客家菜，比如講你一場嘅就補3、4月做嘅花枝嘅盛產期。當面嘅泡菜落地花機醬地擺，個體油條當香。提前好人面嘅人生上，過定一層生涯嘅背心，油條帶定性嘅成長再一次回到油鑊。酸甜嘅醬淋一路下，嘅美食體最成同牙齒之間發揮，白花油條有機會相當研磨。
唔做得试看咯。半夜摆六連天光，一講做打卡愛下班，用公婆到行床準備。行傳統路線，無想停翻咗。將以我爸爸嚟講嘅話，派出個師傅啊，我從賣菜、砍菜、開斤量、開菜單、切菜、縫菜，我買個啷外外，多藝嘛相同嘅呢。按傳統嘅師傅要分，炒菜嘅、切菜嘅、做整容嘅，人分工各要。所以講咧，派出個師傅冇人簡單研究嘅呢。伊從細項嘅，到大項嘅，到技術，弄藝術包辦。每項小菜看起來普通普通，不過都係有料理嘅秘訣。我做嘅個好食，都係差啲嘅一些些。平均一整日做得到2到5次嘅煮食，見一下劉正賢做嘅床還算多。不過做好事嘅感受，多少咪對廚幹造成影響。無確定哪很接受嘅情況之下，老廚幹劉金章無投資開餐廳。點都係試一台最慢料理嘅貨車去傳統市場，買喺度休息，唔是壓力太大。當我偏來第3台嘅接盤做，我過這邊也沒時間，因為我要做餅嘛，我要做2年餅，講我驚我就做海卷，嗰個做海卷做嘅我感覺福利退役啊，薪水都唔會差。都係18年嘅時間，我哋考慮講嘅20年多嘅，退伍過來都卡，學爸爸也個客家料理。130。你買偏唔怕？鸭湯這種拿錢？炒鹹水雞嘅。今天買幾啊？100是吧？其實客家菜冇乜嘅特殊嘅，我哋南部客家菜北部我就唔知啦。我南部嘅客家菜啊，唔一樣嘅貴人哋啊，個以前嘅客家菜8個人嚟咩，個唔傳到本人哋有啲會適合咩，冇個傳統嘅啦。澳洲人哋有50年以上嘅師傅係個傳統，個今日一般嘅師傅冇怕傳統嘅，安尼啊，唔知嘅咩就冇安尼師傅。旺盛嘅呀，冇辦法唄。生活條件、自然環境、營養概念、文化風俗嘅轉變，徹底嘅改變了人嘅飲食文化。這種中藥都接得嚟嘅，要乾煎的，接得出來是落淋頭油。有的嘅菜式天天時態緊改變，有的有啥點點嘅本人甜變黑。
骨头团黑如何是怪嘅，刘金章讲定怪人嘅效果。先炖怪嘅蒸面，再落到面粉、姜，用麻油天天嚟煎，快啱嘅米絲要嚟上癮呢。怪人唔但搶有落頭擺嘅米絲，鐵鍬嘅下還有骨頭團黑嘅聲音。鳳小蛤蟆嘅定陣都係連皮帶肉所落蓋嘅下嘅棒棒白嘅感覺。大壯安泰蛤蟆剁4塊，左腳右腳，左腳右腳，過分漂油，讓杯硬硬嘅怪肉要攪做一團。淋一條羹嘅鳳小，定將煮走，而再注意好農村美食，其實沒冇難。甜餅係食物嘅米絲，甜餅係食物嘅製作，咩甜餅係做乜嘅會有食物。羅太白用料理來稱呼嗰種無跌當，唔過而確定識得咩餅體盤嚟行。啲技師做好市場營銷，還會持住嘅人台，有人用豬血、冬粉、冬瓜，都做羅太白嘅形象，同三成強下餅體成作行。綠色嘅豬血連連長長嘅血管，餅體冬瓜當行。用一支竹籤穿過咽後，變咗甜甜黃嘅樣嘅，貼後連頭切開一個坑。啱未先嘅冬粉彈起鏡頭，係做小人台嘅打扮，檢定扮人冬瓜模。挖好五乾，擺一支鹽。羅太白白人應該唔是大夢。這條傳統羅頭擺嘅米絲，日本第二代總廚官江正祥點亮數。主食料理係安尼，有得講究排場華麗，有得講究氣場內力，香菇肉絲白香，糯米倒入蘇桶蒸，兩機花膠帶，做得使出廚官功夫嘅飯館如何寫咧？以前都說辦桌，特別講不能搶我當好我有風肉啊，有乜好食啊，因啊，你下因食的我食下氣烤啊，氣烤就是比較精緻啊，特別要是粗薄的啊，因啊。一鑊3層醬嘅炕肉，對頭擺多件都係大家人好食嘅。唔過冇解釋嘅係，頭擺成塊過苦，搶油pan作嘅太熱咧，哪有機會食到？一下人心肝都過苦，微炒治療身心，米傳毒食。我都行業係做嗰種嘅推殼，喺炕肉係做講嘅做喪屍嘅事嘅，將種嗰種嘅炕肉。好師咧用健體棒，喺身上睇菜出嚟啦。啊，譬如將講嘅一般嘅事情啊，嗬，比較高檔，高級啲嘅樣嚟啦。頭擺人講，住宿嘅阿伯會比。係心態問題，總廚官講係住宿炸薯嘅阿伯還會比，嗰就係技術嘅問題。
肉身对油鑊氣，身體滾滾嘅油地杯。一索燒滾嘅油淋上去，一皮黏絲入去嘅馬皮。八角肉桂豚花椒、葱光姜片同蒜頭，提鑊頭地杯上酥樣，萬人都唔想釀出百香散播嘅味嘅。淋頭油上去，也能係攞汁最頂陣嘅部分。拍細細嘅鴨肉浸喺地杯，天天嘅吸收營養精華。鐵定嘅下，同鹹菜炒出香味。阿公嘅做法係同鹹菜食喺阿伯都市地杯。鄉下後生人嘅做法係同佢個體甜白色嘅皮蛋香。也下攞出個一塊退休，厝嘅舊舊嘅點嘅都濃濃，村嘅都搞本地三台雲開。cái chỗ tên nó là ôi yo chỗ à cái môi trường nó biến à cô là sự đồ人啊每點冇風啊特別嘛都送料嘅特別嘛會變啊唉時代唔同時代喺變菜色也喺變客家人嘅口味未喺變無天草味無變嘅係對待味同料理嘅心。因為對人氣嘅要求，特別因內主食嘅種廚幹，大部分咪歸到做下，長久無喺光天化日之下典雅淑儀。你下出嚟講，前置作嘅蛇盤碗啊，很多托菜啊，很多種些種嘅鵝啊、生鵝啊，那主要落一出嚟，把今天早上現宰嘅鵝來，我們要處理，你生鵝。看得一場八個創作嘅青年客，也叫無間嘅思路要做得重現廣府，睇天然風光地度傳響。人真長放風作，一通亞是披亮路，噴噴白白騰騰秋天味。道上道下，睇嚟係主食品作嘅一體考驗。退休清久嘅阿爸，咪天天有嘅機會再出廣府，睇棚嘅下電燈看，還保有太將之氣。平常時啊。也特別人講啊，漢語論孫啦，30年前嘅時間哦，外匯下讀啦，你下真講嘅啊，時代變變啊，好真講嘅啊，後生人好信仰啊，佢冇外匯嘅啦，全部傳統啦，外匯變成夕陽工業的沒落了啦，總燈水，我一隻一隻也係皮囊。30-40隻鵝看起來咪係太長年，無嘅叫一開都很少貨來6噸滾水。離開內通化嘅做下來到夜梯，喺有限嘅條件下做事，相當嘅有挑戰性。出
讲学研究啊，其实啊，遐做遐外汇就紧张的师傅啊，唔系讲做串烫学嘅讲的师傅，认为做外汇有天气的因素，还有场地也受限啊，什么时间做什么都有表定的时间，唔系像讲串烫就变相就变得真准备吼。啊，外汇总唔得啦，因为在常温的温度下，很多的食材叫点会做埋时间，等于全部会派好来安排。停停到菜上，鵝肉變咗一地一地，畢竟啲食物盤作食，喺每一盤多皮鵝、皮黃頭醬，都冇算參菜。所有事情要準備好，無填表係帶，填表係裝喺本錢。開裝太極，天球巷嘅太風作天日頭下擺張張，做廚幹，講完佢將天人合忙錯10個時節，能做的感受也太場面。預計6點半的時候會上菜。協會大力的來辦理，那協會的理事長也是我們。日落臨暗，人合天天的錯攝。做路要開始通起來，層層貼過嘅整場要衝出氣頭，係食物嘅熱度，要喺舞台嘅走邊。幾百分嘅主角，前嗰集嘅下工，算唔係嘅食材準備好，擼定發落，換佢拿起索嘅金幣，無限嘅時節將啲指揮溝通。凡圈團人傾風俗，也係客家作息天出遊嘅菜式，做法輕鬆，食材簡單。唔過每個廚幹都會團強調，是可能捱嘅口味團配而無相同。一片桃仁夾意農家前，是為遷到桃仁菜體食材。用意來開攝，做一盤又一盤，以下是被豆菜人量來量去。對吳江來一開雜皮，先用五香米嘅蘇絲，當歸出山嘅金瓜，酸酸嘅炸仁木米，前菜路嘅酸甜有米絲，相對人下嘅殺馬豚期待，豆爽作嘅下，大家開始甜同起來。主角門順幹，換佢講也係用來評價廚幹屬意嘅指標性菜式。豆爽一項菜，就像參加檢定考試，將考幹嘅人客同等快嘅，食香米亦可以評論一下，係無滿意，分頭離席係接上游嘅事情。也在湖換佢總算行入現場，肯定作項朗朗來來，天天都有成就感。然後以後同順幹失落度，換佢準備接受眾人嘅惡鬧，同大家講後背還有好看嘅。嗰兩就像嘅拍下。包山包海咩包到稀稀，技術皮糖淋上去，皮到香味嘅輔助，應該把個上頭貼愛來嘅路向，一種一種，一盤一盤，一碗一碗，直到恁白作恁前裝載到心滿意足。
Q 到10月18，天母之准生日。劉振賢要對前一日嘅當主，無限到後一日嘅大灶頭。一場生日法會有簽到要處理嘅事情，有人負責行政聯絡，有人負責賞金祈福，有人負責準備祭品，有人負責滿足大家妒忌嘅胃。在物質有限嘅時代，生育係人嘅重要嘅鐵強，玉米塊肉都必須要用心對待。在食到有存的野下，大家雖然常常都有肉食，啥看得食到對食材嘅珍惜。行過美濃嘅田陽，小火車多推入行嘅，身量強唔太緊，唔過因為種種靈驗嘅事情，使香火興旺。在天母陽聖誕祝壽法會上，邀請到劉振賢來聽書。也拜聖陽宮嘅天母陽生日，所以因為我想講傳統嘅術語冇咁簡單啦，所以我想講跟爸爸學有傳統嘅術語，傳下一本大家知道頭擺意思。傳統烹飪係一種攝取藝術時間同空間嘅料理形式，唔但將料理速度要停頓傳承，所用食材、使用場合，都有也象徵意義。像在天母陽上夜日，用爐煮敬獻嘅豬羊，經過儀式轉化，再本信徒分食，能做得完成一場平安福。開壇祈禱歌，只因天地神喜意，無分也歸來談富貴。舉辦一場祝壽宴席，本劉振賢一家人請無限，看等豬羊僕女歸來，要鬥緊處理。姑姑同阿妹熟絡嘅破開。長誒、腰誒，想起嗰道精緻嘅素魯菜，明明係同樣喺攞出本身後聽書嘅嘢咧。你看外面不是都要炒大腸嗎？但是我們美濃炒都沒有再放那個鹹菜，閩南人炒都有再放鹹菜，因為它的豬腸沒有那麼多。我們沒有放，是純粹比較純的。聽伊人講嘅，做得團上頭擺人係樣嘅非食量，仔細用心運用一道食材。這叔叔他們說爸爸在煮什麼？紅炒飯呢？你說炒飯呢？真正嘅每一天生活教，就像以韓式嘅時節同樣，同埋拿一罐米酒，再同埋聽書拿調油。無天才看到都學揾樣嘅煮食。是面面嗎？來，你要再上來，你要上來再上來。來上去，先進去。也已經成，等等基本應嘅儀式要實行。劉振賢用辣辣嘅田公劍做背景，準備要來煮燒鴨。燒鴨雖然唔是特參菜，不過做一場宴席嘅開始，而且安排也很像獨木賽嘅尾場。鹹米、糟香菇、蒸鹽肉。係合作最定陣嘅香香料，氣氛騰騰氣頭好滿非常，信徒們認識到妒忌嘅。6點呢，上面直接煮咗粥，
加调香料、椰豆盐、白胡椒、红葱头，含足入煮好嘅。刘正贤同信徒帶來嘅排骨，落咗層層嘅醬色，神超嘅安布也嘅幸福。芝士、三香梨，全體信徒同安布也嘅主角提姆樣作書。獻祭係個全主全樣，係作書20度嘅神聖聖意，為天燈柱幹嘅道工變做太快，係隔日平安福嘅主角。安布亞先落度嘅係佢哋嘅5倉6戶。姜絲炒太長，酸溜溜嘅煮法，咪同樣用來處理用下水。姜片壓香，煮做重口味，愛食嘅下纖絲木頭絲。一頓宵夜，也生參菜。烹作業需要功夫，沒有時間。打咗頭5點，天時同頭日安布結束時間差唔多。火柴載滿食材，再歸到現場。今半日開30集，水腳7、8撒，裝貨裝食材，還愛裝床梯。本來會亂糟糟嘅現場，殺青有次序。總鋪時路係廚幹，既然係趕路係控制場面，唔過數下人做準備好，現場唔是太細聲，讓一下陸地愛做乜嘅。我因為我特別喺部隊方，有受過幾多嘅訓練。所以講咧，我幹嗰度東西就開始建立起來。譬如講，我某個時間做某個事情，用來做，用來行，我某個時間行某個菜，我有規劃性來做東西。第一唔會唔新鮮，我聽一點，嘛做我有規劃嘅話，有冇事情會個做個順利順時安呢？洗頭要強從慢急。料理要蒸煮炒炸，安排好勢，如做得同料理喺最好嘅時節都上作。時間限咗，用細米切出嚟填同神腳。天燈爐火同天時溫度升高，精神咪要專心，提為錄音嘅鑊嘅前，燒菜、泡油、煲湯，煮到煮好如好起鑊。甘蔗同豬頭骨攤喺底下，托等旱地嘅太魚同太肉，莫出火辣，本將順飯咪表出甘蔗嘅清甜。你有冇出火辣啦？我冇牛控下嘢，我再會添肉。濕好嘅肉，濕好嘅泡肉，泡完會添肉，貼好來是個有冇？我哋點得嘞，我哋就煮比麵嘅是個就出菜嘅。公狗我就會同時濕鍋，濕嚟
票高，像那种接待的就唔是票，像那种唔是票，稍稍的中下来接待，系啊。所以其实我哋白天工作做嘅有冇，从头用到尾啊，冇弄hết，系啊。四四方方嘅三层牆，正面看起来像钻戒，侧面看像一幅山水画。先扫过，再炸天线，伫做嘅地板层层贴贴。头油米酒一罐一罐倒入去，抹过皮浆嘅纹路，全家个油饼蛋烘，一隻一隻餅，記下10隻彈鐵蛋烘。一鑊青島幾日做嘅門嘅澎湃颱風，見證農村轉向繁榮，我一條看日間日變好嘅時代。唔過口述有品，愛說還愛記下點鐘。一般廟方有煮一樣嘅，係呢爐煮，睇爐煮間副睇爐煮出來幫我用，講喺上法廟方幫我用嘅東西，從頭到尾我用槍嚟去，做唔得間東西帶走，反正廟方出來東西我就會用第一片，所以我要上一次菜，所以因為有飯條排骨湯，因為煮有排骨嘛，我要佢用起嚟去，講排骨料理嘅話。唔是做唔到樣，單獨排骨料理，排骨料理太單調誒，因為食唔到東西，所以我會攞些飯條來煲客家米絲出來。帶糯米嘅羊肉用清淡嘅方式處理，用肉桂落薑啲滾水隔米，拌糯米磨黑。接數量人人做法火候大概都有把握，不過對培養一個廚工來講，調整口味還係要深度經驗。廚師最基本的，要試米絲，唔免出弄去試過，唔一定講米絲倒來，唔好試有冇？幾種便宜的啊，冇咁厲害啊。其實我哋學爸爸嘅標準啦，爸爸夠有經驗，伊要看天王煮菜，比如講今日我哋提火爐狀，我哋是夠淡；講我哋提黑人狀有冇？因為它個甘甜，真流汗咩？我夠鹹一些。唔講啲奶，建設客嘅制度係最難應付嘅，伊能不見得會喺在行講嘢評論。唔過一定會具體心肝肚，食到心肝肚嘅米絲，那係廚工最財富嘅。平安符是平安，咁就先來一碗豬腳麵線。頭下縫定嘅，也下早地揭開來。縫肉是要火煉，經過4個鐘頭，米絲同肉質就達到本莊嚴獨服嘅境界。太快嘅縫肉皮定順乾，用太太嘅盤嚟裝訂，睇個看定於定陣嘅爽床。
唔是怀疑，也是菜场人客最在乎的一项料理。对皮到内带3层安盘的猪肉，葱等等的扎定坚固的态度。同猪肉向下放过嘅鸡嘅，抗凉嘅再漂過油，搶作嘅酥酥嘅外皮，再用黃梨醬淋上去，也係一本生人嘅歡喜嘅。天天盼嘅一家嘅簡單，大家人嘅歡喜，天天過去一年嘅平安來滿足，也係天母娘娘嘅必要，人生同味道係。人群神超嘅舞台，舞台神超嘅表演，本一項料理吸超嘅大家人嘅目光。一場表演係視覺，係湯，係皮，咪係面絲。對傳統到現代研習項嘅料理，把定吊潮大家嘅創態節宴，同眾人共下食飯，共下談地，共下有好嘅面絲留下來回憶。本所謂人間美味，點睇就比上國嘅下。丈娘高春新对联，聪明雕狗满山遍，精密做饭瓜子筋，养成故意后四天。立下梦中树相连，寒甜寒爱蓝一天。